女性失恋，每日流目屎。天真浪漫的女性，伊若是来失恋所流的目屎，也毋是下晡时的晒北雨，嘛毋是水倒水。男性失恋，怎样你敢知？亲像20-30度的男性，若是来失恋，30公啊，40斤半啊，怎样你敢知？只有用酒代消着心内。是啦，只有米酒头啊灌一罐，素素啊10块银的牛肉干，来解消着心内的痛苦。只有用魂大开不出来，刷落去上卡寸长长，粉丝一支啊，大大下甲舞出来，免惊做风台。满包魂血，用魂用酒解。咱讲实在，魂是混入骨底内，若像我呆呆，魂酒倒法度通解，别人我毋知。自暴自弃，看破毋敢爱。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，脚底早就好通抹油，偏偏嘛着爱打沙龙拍死，看破毋通爱。自生自恨，什么好做爱？愈想头壳是愈大了，讲起来，当今的世界，什么好做情，什么好做爱？愈想愈恼，当初不应该。啊，怨叹何用？当初不是你熬改，就是熬塞奶，免讲，大家嘛知。女性议论，男性花乱彩。这真歹讲哦，钱无两元敢大会蛋，也花若无开，芳敢知影通去采。不知自己无情不应该。咱家己四两黄啊，先拄起来，来讲也会使。以前别恋是大大不应该，为钱为义，时时情变歹。若为着金钱情来变歹，真是可怜待。迄款人疼嘛爱，痛嘛爱，用花水性，流东又流西。总讲一句，女性上惊男性花乱彩，男性上惊用花水性，流东又流西。